自买。伊讲伊坐交通工具也阁会惊。今仔日为上山坐火车去到宜兰开庭，伊讲伊足紧张嘛足惊吓，想到迄当时的情形，讲甲脑梗一个甜，目屎流目屎滴。另外，经济部的副处长刘灿宏也阁有调度所所长吴英钦，另外书记员尤进忠3个被告拢无讲话，入去到法院开庭。过来关心赛车赛日高速公路，咱强强飞出去，实在是行到半小时。新历10月初5下晡5点钟，一架客运经过国道1号5股到杨梅这个高架桥这段路，正边后壁链强强飞出去，其中一粒拄好去撼到当咧巡逻的警察车，该在无人受伤。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道仪来带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看到国道1号这个轮胎喷飞的意外。画面中可以看到客运行驶到五杨高架桥途中，后方突然扬起飞尘，接着2颗轮胎喷出来，其中1颗被喷飞后直接倒下，另外1颗轮胎则是继续往前冲。换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轮胎以擦边球的姿态，先擦过警车的右后方，接着继续往前弹跳了5次，途中还差点砸到行进中的车辆，最后才掉到高架桥下方的草地。警方表示，客运司机说他的车子才刚保养没有多久，疑似是因为没有确实保养才会造成意外。还好喷飞的轮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警方也说，开车上路零件脱落，最高可以开罚9000元。以上就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搁再来关心，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去年下班时间，伫咧台北市南京东路批车，结果规台车拢入去人行道，弄死3个无辜的人。下早高等法院2审宣判，改判郑阿显，也搁有黄佑廷，一个12年，一个6年有期徒刑。现场上新的情形，赶紧连线记者张栋来带咱了解。张栋。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去年10月份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上面竞诉的2名男子谢亚轩还有黄佑成，当时这样竞诉的行为呢是撞死了路边无辜的3位民众哦。那全案呢现在上诉到2审，一审的时候这2个人分别是被依照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嫌呢，一审的时候2个人分别是被判处13年还有11年的徒刑。那全案现在上诉到2审。谢亚轩呢，因为在这途中呢是已经和被害其中一名被害者1名保全的这个被害者的家属呢达成了和解，因此2审现在呢他是由13年改被判为12年。那另外呢，在黄佑成的部分呢，原本被判处11年，现在则是改被判处6年哦。那其实这2个人当时在竞诉的时候呢，这2名男子呢都是没有驾照的，而且呢是在下班的尖峰时段，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上面来高速的竞速狂飙。那当时在旁边呢是有1名保全。还有2名呢，一对夫妻是正在小货车呢来上下货这一个资源回收的物品，那就被谢亚轩的这驾驶的竞速的车辆呢是失速的，直接就冲撞上他们，3人呢送医后都是宣告不治的。那谢亚轩一审的时候是被判处了13年，不过呢这中间呢他的母亲呢到处来筹这一个保释金，那现在呢是已经和这一个其中1名死者这1名保全的死者家属呢是已经达成了和解，所以呢2审呢谢亚轩现在是被判为12年。那这2个人都是无照的，而且呢被检察官呢依照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嫌致死这样的罪来起诉哦。那现在全案2审呢是判决的结果就是2个人现在是分别判处12年以及6年。那全案呢仍可上诉。以上就是现场的详细情形，时间镜头交换棚内。多谢张栋，社会事继续要来关心桃园的南门市啊，传讲有乌道伫咧遮甲人讨保护费。在地摊贩讲，一个细过查甫讲伊是乌人家族的人，伫咧市场占土下顶当化水的建档，伫咧市场租一栋厝。伊讲啊，伫咧伊租厝进前做生意的4间摊贩，逐个月都要纳5万块的租金互伊。若是无要互伊，伊就用轿车来占摊贩位，搁会找人来并搭。摊贩大家就拢足紧张，即马警察已经较接来巡逻，嘛希望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当前一个拜托，我就20块当做出去就袂叫，我来试试好不好啦？换别个股东来甲恁讲啦。要叫阮去试啊，这有影。穿白衫的查甫人态度是真硬，就是唔肯将租金来落价，甚至来咧恐吓。进前桃园南门市场有摊贩控诉，互强收租金，因为付袂起，决定要来协商。伊唔是地主啦，伊讲做人地主讲叫讨，讲这是地主的，不过唔是明了市公所的，伊讲市公所就有来讲啊，唔是地主啦，这是看做安尼去啦，伊嘛是有名有姓啊，都过名号啊。
原来这个姓郭的查甫人今年8月雄雄撞入去桃园南门市场，讲伊租一栋厝，伫咧伊的厝头前做生理的4间摊商，因为占着伊的土地，必须每个月纳5万块的租金。若是要纳，就会去创大型的粪扫，放伫咧单位进前，半暝阁用轿车来咧占位，甚至找30外个人来并搭，后者的摊商拢感觉是真恐怖。听我讲要甲咱收5万啦，结果你我都卖无5万啊，我也甲我的损失要食啥物？为着要来强收租金，这个姓郭的查甫人连续来并80外岁鹅阿嬷甲隔壁阿姨的老猪脚打，互因是有苦讲袂出来。鹅阿嬷的后生林先生是真生气，讲若是这个姓郭的查甫人真正有土地所有权，直接去法院来告就好啊，是安那爱来恐吓？我一直要求他拿出所属人的证明或者是权状证明，他就一直拿不出来。所以那个姓郭的，他凭什么跟你们收钱？他是代表什么身份？不知道，也没人知道。没人知道，就是硬要跟你们收，就对了。对。姓郭这个查甫人讲，家己是乌林家族帮派成员。根据了解，乌林家族伫咧桃园当地是真有名。随着代志来曝光以后，当地主管表示已经来咧调查，派出所嘛加强来巡逻。民众敢若希望会当幸福南门市场一个安全采买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买米就看，关门就串，赛车车门无关好势，看起来实在足危险。有人拜下晡3点钟，赛车驶入南投市区，发觉这只货车后门无关好势，驶差不多1公里远，看起来实在有够危险。另外，这个车门也阁险险去撼到后壁桥倒摆的人，运将拢无发觉，一直到后壁轿车发觉了后，赶紧甲伊讲，伊才落车关车门。警察讲，这款的情形上盖当会当罚9000块。打开一台货车驶伫路的后壁车门煞无关好，一路闪来闪去，阁险闪到边仔骑奥多麦的人。还好旁边没有人。危险的画面，互人看到，拢真想要问讲：运将啊，你是无发现你的门无关系吗？后面驾驶一直闪远灯提示他。代志就发生伫南投市区28号下晡3点外，有人驶车看到这台货车后壁的门无关好，驶要超1公里，一直4大灯要甲伊提起，毋过对方拢无发现，尾啊就直接甲砸落来，叫伊甲门关好。比较扯一点，因为这个意外很容易发生。如果发生遗憾的事情，就来不及。那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可以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之罚款。警方讲，驶车门无关好，会按照法规甲罚。好佳在尾啊，拢无发生什么意外。若无这个车门，若真正去闪着人，后果想都毋敢想。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咱台视新闻才有的独家报道，人咧讲公厅无人扫，新北市中和区保健路不三时发生车祸事故，经过附近的住户讲，平均测3天就发生一件。这个危险的路口拄好是咱看到安平里、安和里，也搁有泰安里的交界。假使若是要带入这个青红灯，或者是咧路要做一个瀑布，互人减速的物件，一定爱另外一个里同意。上尾泰安里的里长拢总连续附近100外户的住户。真无简单，伫咧路口斗青红灯，嘛希望这个路口唔通搁再发生事故。外送人员骑过路口，砰的一声，直接就弄着火车。同一个所在，乌托摆经过巷仔口，超过伊骑较慢的，想袂到雄冲出来一台火车，就甲乌托摆弄出去。马路哪好口，都是用来讲亲像新北市中和保健路61巷的巷仔口，讲着车下住伫附近的人是无奈笑笑，因为因讲3-2天就会发生一摆。有一点习以为常。对啊，太多了。最高的时候大概是2件到3件。常常发生车祸，敢讲是因为风水唔好。里长害头，伊讲因为这个危险的路口真正是真特别。原来新北市中和区保健路的61巷甲44巷这个路口，拄好是安平、安和甲泰安3个里的交接处。因为车的伤济，泰安里长5年前就来申请铺设这个减速的物件，想袂到有一个安平里的里民反映，半暝啊车若经过，声伤吵，只好来拆掉。2年前，搁来改装4光号这灯，搁拄到这个安平里民讲，光害会影响因厝内人休困，搁再来拆。说这个闪光号子的它的那个亮度
影响他们的客厅里面的视线。因为现在最主要这个点就是卡在3个里，唔是三不管的所在，是这个路口真正伤特别啦。3个里的民众的关系拢爱顾，唔管要装啥物，拢爱经过大家同意。啊，若无就是白了工，一直发生车的嘛唔是办法。泰安里长一个人走遍3个里，一间连续100户，即马总算是成功啊，会当动工来装这个大型的4光号这灯。但希望这个路口莫阁继续弄袂煞。记者综合报道。我还特别提醒观众朋友，卫生局人员绝对袂出门大户去人的徛街讲要来检查，因为最近台南市安南区的民众就讲有民间的医检所员工假称是卫生局的人员，讲要甲坐伙人抽血检查肝癌，搁再借机会来推销因诊所自费检查项目。即马算算的受害者差不多有10个人，警察接到报案了后，嘛对查到涉林在内负责人当中6个嫌疑犯，依照早期罪嫌，也有妨害特殊罪，移送地检署来侦办。穿着长黄黑色子挂目镜，这个查甫人手摕着文件，你是伫咧台南安南区沿路上门甲徛家来表示家己是卫生局的人，要来做肝癌的体检。过转工附近嘛有一阵查某囡仔嘛做同款的代志，这互人叫是卫生单位大规模服务民众，因为安尼真侪人来接受抽血的检查。卫生局或卫生所不会挨家挨户来做健康检查。详细来看这个人的外表，穿着制服，手搁汗，医检的牌仔搁有文件。经过追查，这阵人其实是当地民间的医检所员工，定定对老大人来下手，假做是卫生局的人，讲要来抽血，但真正的目的是趁机会要来推销检验。着收新台币100元针头费用，伺机鼓吹被害人追加检查项目，借以收取更多费用。这医检所的员工是对台南这间医检所来的，目前大门锁掉的内底拢无人，因的行为已经明显违反医师检验司法规定，袂当用无正当的方式来招业务，会来罚上济10万块。不过因离谱的行为已经不是头一摆。但我们最高也曾经罚到10万。他就又换负责人。互人检举了后，台南市刑大侦备队顺线追到这个姓林的负责人，业务公关甲其他员工总共6个人，因假扮身份，搁借机会来咧卖自费的检查，已经列即早起甲妨害规定，全部拢互函散法办。下市民若有健康检查的需要，一定要亲身去病院来挂号，千万唔通接受无熟悉的人来厝内底咧做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要来关心婚姻好买建国贯穿是规台湾，敢若只有的农村型兵仔寮，文化部补助经费要来定标现过去历史的现场，利用修理、维护、再造，要来保存台湾兵仔寮的文化。其中，建国一村第1期的工程已经完工启用，地方有人学了，嘛有人经体甲无一块好，因为有人认为讲加一个风景所在会当行搭，嘛是袂歹。不如过，嘛有人认为讲厝无做厝顶，加用铁基啊，已经变做走味的。原来的结构都在比照 before after。原本是杂草发规片，又搁垃圾又搁乱的灌村，经过整理改造，如今换新的一面。清气的街仔路、砖瓦建筑，也搁有活动中心、精神标语。过去灌村的模样呈现伫咧眼前，这是云林建国一村，嘛是国内唯一的农村式的灌村。日本时代是新丰特工队伫训练的所在，但是真久无咧用啊。县政府规划再造历史现场示范计划，保留台湾灌村文化。不过详细来看，灌村无厝遐，搁加真侪更牛更骨，地方的意见拢无共款。我改改落啦，拜六礼拜有一寡人会来参观。加一个佚佗的所在啦，有咧整理哦，看到较清气些啦。要回顾过去眷村人那种朴实跟眷村的那个味道，让一些过去住过眷村的人是失望的啦。文化处解说，灌村改造唔是要来做宿舍，是一个景观设计，结合现代，重现灌村过去的模样。在安全性的考量上面，建筑师选择用这个钢构，然后也加上这个就是仿旧，就是它有点就是铁锈的这个处理，去吻合整个这个就是眷村的这个它的味道，保留灌村特色甲文化价值，互民众会当有机会来看灌村过去留落来记忆。记者综合报道。
搁再来看到这个画面，超商的门口口这个包裹贴甲敢若山同款，规个柜台拢无看。当民众来到这个高雄矿山这间超商，寄送的包裹贴做敢若骨了粒细粒山，数量算的拢总1000外件。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找到寄过这间业者，原来这是一间卖杂货的电子业者，因为饼活重，满99块就会当免运费，就安尼订单接甲卖哩。迄一天超商店员敢若愈号码条，头尾都要愈4点钟。文章一个抛出来，引起网友大家火甲真热。一箱一箱的货伫咧超商内底，纸箱啊，头壳比人搁较悬，计销的所在两边拢有。若店内底要占满啊，货是坐甲爱囥伫咧门口，两边嘛摆甲满满满。敢若是愈刁尾，就互店员无闲甲要手软，这全部拢是准备要寄出去的货，算的数量有1000外件。货从超商钱甲用要逼去的这个景象，就伫咧高雄凤山的这间超商出货是这间电商的业者。每一个店员都跟我们说很崩溃，就是包含那个 7-Eleven 的话，我们每天至少都平均的话都还有大概500-600件。那 7-Eleven 的全家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量。业者甲网络平台来咧合作，杀出买满99块就免运费的优待。出货量随着来加真济，敢若是将货送来超商，就爱驶6抓，连愈刁尾嘛爱2个店员累挺用4点钟才来做完。常常都是一面墙这样的状况吗？每天几乎每天都是。其实这间电商6年前是以拍卖乐器起家，2年前来转型做电商，来卖生活杂货。平均每一天出货量有1000外件，原本的平均用4大超商甲货运来咧寄送，但这摆因为活动出货量向来逼量，造成超商的工课来加真济，嘛对因感觉真歹势，所以嘛当咧甲超商甲货运的业者来咧直接，希望以后会当直接用物流车来配送。只是这个景象。有网友翕落来铺起咧网络顶悬，请起真热的讨论，嘛成功替这个业者来拍名声。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带大家关心，今仔日出门爱记得挂喙烟，因为中国空气污染落南，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发警告，讲今仔日无论是顶港下港，空气品质拢无好，拢是会影响敏感的观众朋友。感觉式的警戒，因为中国垃圾有料物对东北风一直渗到咱台湾，为今仔日透早起。为北到南影响规个西半部地区，按算一直爱到尾仔中部以北的空气品质才会慢慢变较好。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一个做电视编剧的查某囡仔，讲到云林县新闻处前处长周碧莹闪卡大相传，害心肝乱纷纷，和云林县县长张丽仙的孙仔前立法委员张家军伫咧行，和伊伫咧交往。张家军下则参加李家军的活动，伊嘛承认讲周碧莹是男朋友无毋对，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我私领域的事情哦，真的不值得占用这么多社会资源，然后占用这么多版面。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关心国事，然后多多关心社会，然后多多关心弱势团体。所以两个人确实是在交往当中。我们目前是在交往当中，对。那因为他有说要跟你结婚哦，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清楚，然后我也相信，就是每个人都是真心的，然后就是谢谢大家关心，真的很谢谢大家关心。那你知道这位 W 小姐是谁？我其实都不是很清楚，非常谢谢大家。对啊，然后我都现在清楚了，但是其实我很清楚，我交往的男生是一个非常阳光磊落的人，然后他也都非常坦诚的告诉我一切的事情。那非常谢谢大家关心，真的这个是私人的事情，真的不值得大家用这么多话。谢谢。会错了吗？周国颖有谈感情关系，现在还有结婚的打算呢？刚刚有说法，现在是恋爱吗？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夫人李家军下早登去后头厝云林县参加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前台中市市长吴志强的夫人邵晓玲嘛陪参加。李家军讲韩国瑜行较大来选总统，伊嘛想无。针对到这个韩国瑜提出大学生研究生优下1年引起争议，韩国瑜的解释，顶嘛李家军嘛替伊来讲。这边
其实是做意外啦吼，一路行来，我嘛唔知影讲今日徛伫遮向各位来拜托，阮先生要选总统，我感觉若讲到安尼，我拢感觉足奇怪。我甲阮查某囝讲，我自细汉吼叫的名吼，敢若无一站安尼时间这么长啊吼。啊，我感觉嘛是足好耍的，就是讲这段时间，不管是媒体还是电视上，足多，我感觉是。不管是学老的还是甲阮两个翁仔某足避的吼，我讲奇怪咧，规工在咧红念名足奇怪哦。我感觉那名一直反复被叫，我觉得很奇怪哦。但是我感觉我是安尼吼，我感觉咱是自细汉伫咧庄脚大汉的，所以我曾经嘛捌甲咱真侪关心农业的朋友讲，我甲因讲吼，可能台湾有史以来吼，无一个总统对农业关的代志会这么关心。阮细汉爸爸妈妈定有讲一句话，我无啥物读册，我所有的艰苦打拼，都是希望互恁加读一寡册。所以我的先生嘛是安尼，我会讲我婆婆是一个非常单纯，因一个非常单纯的公务人员的家庭，但是因勤勤俭俭6个囡仔，就是甲因饲大汉，希望因大汉好好啊读册。阮先生甲我讲，伊讲我若无读大学，无读研究所，我可能无今仔日。所以为虾米伊会感觉？大家会感觉讲，伊哪会遮重视囡仔的教育，所以最近才会提出讲，希望咱的囡仔会当走上国际化，希望咱的囡仔毋是讲你妇女厝里爱非常有钱，就算你咧台湾上读书，你嘛有机会将来有一档的机会有通出国。我就想到阮先生较早，伊讲伊大学的时阵，甲研究所，伊参加过救国团2种海外的工会，当初时救国团有一个海外亲访团。海外青访团对大学甲研究所内底去提拔所有优秀的这个大专的青年，只要你英语好，只要你有思想，你的言论有思想，你有真大的机会有通出国访问，所以就代表台湾访问日本、访问沙烏地阿拉伯。伊讲你知影无？几10年前，第咧阮兜这么散，伊有通这个机会通访问，对伊来讲，伊是大大的开眼界，所以伊家己个人。行过来的路，伊嘛希望讲有当互下地囡仔有这个机会。搁再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昨昏日咧议会闭顺的时，伊嘛讲到中央8年按算要做到20万的社会主体，伊讲这个目标是无可能。结果国内政部改好倒转去，嘛经体讲台北市毋是郭文德的，也搁讲伊的讲法啦，袂输是互毛新啊砍去。另外学者黄静莹开始要来辅选加班的议题，嘛互人足关心。咱做伙来听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上新的讲法。我们一定会按照法律去做嘛，我是觉得很奇怪，这个办法看，我说我们做一定会合法嘛，在目前的法律规范之下，但人家也是下班时间去嘛，所以这有什么不对？那就是议员还有提，就是说他很快的时间就从6组到8组。没有啊，这个就是这样嘛，这个就是什么叫误导呢？你都明明知道，你还故意讲，因为他们是既要任用，你知道那个。既要任用，这也是一样嘛。我们在台北市政府，你用一个人，只要领薪水的，人事处都会管制嘛，所以他一定是符合标准才会做啊。所以讲这种话的是，什么叫误导？这就是误导嘛。你觉得他是为什么就是想要去误导？你是觉得他是怎么样去误导大家？这样就是好像说这个人是靠特权啊，这是另外一个女的口译哥啊，就是那一套啊。是海外大政坛大混酒，大家都知道啊。市长问一下，郭科合作现在是不是没有新进展？为什么没有新进展？反正好像有啦，都有在保持联络嘛。所以我们要公开站台，应该是11那个李进营那一场嘛。因为碧如姐昨天有上那个电台节目，现在目前好像因为本来说要一起推立委席次，但现在郭台铭只提了一个参选人，那现在要怎么办？到时候再跟郭台铭再谈吗？对啊，反正11月20号以前什么可能都有那昨天碧如姐有讲到说，郭台铭答应就是2024要。不会啦，这不会啦，我跟你讲，这个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这个现在讲这种话都太早了，拜托。那你觉得他会帮你吗？我倒觉得这样的这种事情。哎呦，前2个礼拜再问都还来得及了，所以何必去问那个4年后的事情？太远了。那我们就是那个社会住宅，昨天说那个8年20万户不可能，但内政部昨天也新闻稿回应说，台北市不是柯文哲。不然台北市是蔡英文的咯。所以你觉得
没有啦，我是这样来，社会住宅是要盖的，不是用嘴炮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目前台北市正在施工当中，大概接近9000多，快1万户，所以是这样的哦。后来，但是每一个社会住宅从规划到完工到进驻啊，恐怕都快要6年了。从多预算找地到真的人可以搬进去，所以老实讲，后来发现哦，就我去韩国考察的经验呢，这变成要国家长期的政策，那就按部就班往前进，因为不要，所以那种户口喊口，后来发现喊口号没有用啊，我只是我当时讲说，那个8年20万户嘛，对不对？小英的8年20万，里面有5万户是我要负责的，那我就跟你说我做不到的，所以呢，我跳票你一定跳票的，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但是这个跳票不要紧的，就是说就按部就班去做。其实我们现在，我后来算一算，你知道，恐怕是在我的接我当市长的人，你知道，在第一个4年。反而大概有8000多户会完工，所以因为我现在开工的，你知道，我这个任内开工的，也不可能在这个任内完工嘛，所以这种东西所以国家政策要大家讲好，然后不管谁当市长就往前面这样前进，所以这才是目标了啊！这个所以讲一个坚定的目标，那表达一个态度，这样就好了。打嘴炮干什么？对，而且还要写一大堆的这个，我理解你们公布一下，你们盖了多少？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另外，我世界大代志要来看到中国古早有一款春手工做会当拗的椅骨头啊，叫做老板椅。因为做的过程足够工，市民真罕得看。最近中国网站咧传这段影片，看到这61岁木匠，敢若用一块茶就会当做一只经典的老板椅，手路真有，嘛互中国网友看甲目睭唔甘呢，一直甲伊称赞。61岁阿伯阿公要做一块老板椅，展现老祖先的智慧。敢若靠画的、锯的、钻的、甲落的，唔免用钉仔、加水、甲指甲，一块插头就会当来完成，是互人先想嘛想袂有。老板椅复杂的结构，拢伫咧老师傅的头壳内，简单画几笔就会当开始动工。老阿公唔那是木工的师傅，嘛是影片的网络名星，伊专属的网络平台，点来看的人都有68万。敢若是这个制作老板椅的影片，点来看的人都突破1100万，佫掀起真侪外国的网友来咧看，国内国外的留言将近1万条。几分钟了后，阿伯阿公利用古早味十足的线锯、钻仔、落刀，甲一块插头，一料会当拗、会当收的老板椅就完成啊！传讲这是2600年进前战国时代工匠老板所发明的，佮叫做老板枕。阿伯阿公做木工得要50年啊，练出真有路的木工，嘛将真侪古早的做法传落来，用德国来做水车的佚佗物，当然嘛是可以袂倒。毋那是疼惜孙仔的阿公，阁是全庄仔人上敬重的国宝级工艺大师。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海洋生物界有上新的发现，日本科学家伫咧世界上大鱼啊，这个金鲨的喙发觉上千上万只新品种的高虾，因生活伫咧鲨鱼的喙会食浮游生物，搁会闪天敌。科学家嘛讲，即马知影讲，即款高虾品种差不多有1万外款，为几落公丘县的关山，一直到日头照袂到的海底拢有，即马会当讲是另外一个新的发现。白色汤光生作虾仔形的生物，脚顶的拢是毛，这是海洋生物界重要的发现，新品种的高虾。この横エビの新種が世界最大の魚ジンベエザメの口の中にも住んでいることを広島大学の研究グループが発見しました。日本广岛大学研究员进前发现，在世界上上大鱼仔类豆腐鲨喙内底有成千只万只的真细只的高虾，因的长度敢若5毫米，普通是拢食豆腐鲨喙内底细只的生物。足に生えているたくさんの毛で海水中の有機物をこし取る、ザルでこし取るような形で餌を集めて食べているために、こういったですね毛がたくさん生え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特徴を持っております。高虾伫豆腐鲨喙内底会当觅得人，伫只生活就安全的。目前已经知影的高虾品种有超1万种，普遍适应力拢真好，为几落公尺悬的关山到深海拢会当找到因。即马阁有新的品种，互人发现生活伫豆腐鲨喙内底。
魚の口の中というですね、新しい生息環境が見つかったことで、生息場所の多様性というんでしょうかが非常に高いということが改めて示された。高虾特别的生态，搁一届互咱人看到大自然神奇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要带大家关心最近真时行，先冲冷水，刷来搁再浸烧水来洗身躯、浸身躯，讲安尼会当消除疲劳。我们使用的是台梗9号加月光米的品种，口感是比较 Q 弹，然后适合台湾人的口感，那很适合用来制作成定时的料理。我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上班族，那我们有贴米标章的标示在店铺，那相信对于想要吃高品质的餐点的外食族是有吸引力的。你好，我是 CAS 协会。那我们今天是来做台湾米标章的抽验。那我们这边请啊，谢谢。300克的，我们会检验的就是品质规格的部分，看看是不是你们的米有符合我们的标准是 CNS 2等以上。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胜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大家可能头一个看到就会读作煎，这是文音。一般咱较常用到的词，大部分拢是煎。煎的意思就是讲，甲食的物件掺淡薄仔油，平好烧，看起来赤赤，这是一款料理的手路方式。另外，煮食的家私，咱讲煎盘、煎匙，也佫有煎鼎。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看到煎饼，这是咱一般常常看会到人咧卖食的甜点心。第二个词就爱读做砖，这个意思就是用鼎或者是锅来烘物件，像咱讲砖茶、砖窑啊。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下晡有时间，好朋友烧酒出来啉二新茶，砖茶配煎饼，这是一个真大享受。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煎，另外一个音读做砖，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国际大明星 Lady Gaga 最近在网络 IG 分享到伊家己消透疲劳的撇步，就是靠浸冷水，刷来搁再浸烧水来浸身躯。伊讲，假使若是有表演有休困的时，伊就会浸这个冰格的冷水5分钟到10分钟，刷来搁再浸烧水浸20分钟，上尾就穿这个包冰底下的压力衫20分钟。这款冷水接烧水的浸身躯方式，物理治疗师嘛讲，确实会当消透疲劳。不哩个还特别注意，唔是大家人拢适合。有的人浸伫咧冰格嘅水内底，但是表情却是真平静，佫会当听到音乐，目睭刻刻在享受。女神卡卡伫咧 IG 顶悬来分享疏解疲劳的方式是真惊人。先来浸冰格水5分到10分钟，再佫来浸烧水20分钟，最后来穿着包冰底下压力衫20分钟，烧冷来交替，互人是好奇，这敢有影无？冷热交替的三温暖的一个泡法，基本上有科学根据。它对健康啊，对疏解酸痛是有帮忙，因为它刺激自律神经，然后血管的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可以让你血液循环比较好，血管比较强韧。原来这种烧冷水浸身躯的方法，佫真正有疏解酸痛的效果，是袂少运动员的私人的撇步。但是一般的人若想要来试，物理治疗师呼吁爱豆豆来进行，烧水3分钟，冷水3分钟，佫换转来烧水，佫浸3分钟。拄开始的时阵拢唔通伤久，若水温伫咧25到40度是上拄啊
好。你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你的体能比较弱的人，你那个就不行啊。物理治疗师提醒，少啉水来交退，若是袂习惯的人，颠倒会互身体无爽快。民众若想要来试看卖，一定要注意家己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往年公费流感预防车拢是为10月初开始做，今年延伸到新历11月15，会当讲是这几年上快换，嘛引起到头一批9岁10万人的自费流感预防车，互人小争注了了。疾管署特别提醒民众，讲免伤过着急，因为11月初了后，自费的流感预防车还阁有36万人，另外公费的部分有608万人，新历11月15就会当分配做，按照这个时间来做，保护力都有够。网络有人讲自费的预防车可能比公费较好，惊囡仔注无，疾管署讲拢免烦恼。家己去病院开钱做疫苗，就是惊会为着流感，因为今年公费的疫苗要等到11月15，创下史上上万的纪录。嘛，互真侪民众拢烦恼讲，流感的疫情会提早出现。自费的疫苗23号先开始做，已经有真侪人抢着要做啊。疫苗就赶快来，对，不然没得打。去年就蛮缺，所以今年赶快打这样。着民众烦恼会做袂到，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自费的流感疫苗头一批有10万人，为11月开始一直到年底进前，阁有36万人提供予民众去做。疾管署叫民众免着急，不过就惊流感疫情会新来，这阵啊伫网络顶的嘛引起话题。公费疫苗跟自费疫苗的品质都是透过一样的把关程序那也没有说效果谁强谁弱的一个状况。其实中国大陆的流感疫苗都是自产自制的它并没有从国外进口的这个疫苗那所以目前这样的传言，我想应该是误传我们都会有控流跟这个提供，所以特别不用担心这个部分。疾管署讲，公费4价疫苗会分作3批来做，第一批11月15开放予学生甲医师人员去做，12月初8予65岁以上的老大人甲也未读国校的囡仔做，明年1月开放予有新的妈妈甲重大伤病患者等等其他的人，拢总有608万人的疫苗免惊做袂到。疾管署目前监测门诊及针对流感就诊的人数，虽然说5礼拜拢是减少的，寒天的流感流行期预估会伫明年的春节过了后，民众按照预定的时间去做就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为了要来拼便当市场，代替搁再推32款经典，也有创新的代替便当。我们使用的是台梗9号加月光米的品种，口感是比较 Q 弹，然后适合台湾人的口感，那很适合用来制作成定时的料理。我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上班族，那我们有贴米标章的标示在店铺，那相信对于想要吃高品质的餐点的外食族是有吸引力的。你好，谢谢，是协会。那我们今天是来做台湾米标章的抽验。那我们这边请，谢谢。300克的，我们会检验的就是品质规格的部分，看看是不是你们的米有符合我们的标准是 CNS 2等以上。目前全台大概是有93个。看到大家很开心的来捧场，然后很开心的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哈，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透过料理跟台湾这块土地有一个美好幸福的连结。讲到我们家的双胞胎，我就会浮现是爸爸妈妈带着3个女儿一起把这间店撑起来，做到现在这样，在大家的嘴里有一个很好的口碑。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
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先来看到要来拼便当市场，代替又搁推32款经典和创新的代替便当。其中日本式和三文鱼便当卖上贵，爱250。那加咱台湾也搁有12间日本铁路公司嘛来车拼。日本便当造型较特殊，加特别做的麻鱼饭饭卷放入去观光特急列车的柜仔里，爱399块。另外11月起，敢若卖4天。台湾也有日本的铁路便当，要做伙拼一个输赢，或食一通，食一个够开。就这样冲。若讲到铁路便当，一定爱食招牌菜色。艺人黄子佼甲阿喜啊，因讲甲安尼喙角焦破，尾下还是挡袂牢，猪先甲夹起来试一下，检正一下。今年拢总有12款的新口味，直接提前来个小改。我们在去年卖了1053万个便当，我想它这个意义当然会增加我们的收入。但是更重要的，满足各位的味蕾；更重要的，让可以满足大家的回忆。这个米酒馅的烘鸡排，过来甲撒一寡马告粉，过来甲豆豆花兰特产金尖笋甲鲷鱼。这个有烤煮原面风味的，还有这款用咸猪肉、豆豆、鬼头刀的香煮菜，嘛是足成人的。另外，亲像宜兰的樱桃鸭便当，佮掺金枣含三星葱仔菜脯卵，含这个红梨烧条便当。强调在地风味，因的介绍伫100至225中间。日本的便当是冷的，台湾是热的。第二个是台湾的便当比较多彩多姿，日本的便当比较色泽比较简单。那第三个是，这个很重要，就是台湾的便当比较便宜。其实唔那咱台湾尔，还佫有12间日本铁道公司嘛来这拼一个。相平来甲比较一下，这款台湾日式的烘鸡仔鱼便当，内底有米寿馅的鸡仔鱼，这种便当250。也若日本便当以造型较出叫的，甲特chế麻鱼饭卷，甲放入去观光特急列车的柜仔内底，一个是399块，另外佫有入这个糋鸡和塔马豆开口饭。吃的拢食到大心，佫有滋味，还佫有掺其他的这个特製款。伫11月开始限时4天来供应。台湾甲日本的铁路便当来甲拼气味，要互食食客俄罗界的特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侪食食客拢俄罗界特质，来看到北投市啊，有一档开48档的鸡肉档，上出名的就是煎蛋鸡。头家娘陈淑珍利用今年的老汁，掺20外款的中药材，加鸡肉甲伊翕2点钟，刷来用电风吹好凉。就安尼鸡皮也有鸡肉中去一盐倒进汤羹的皮，这不是油，是煎蛋的鸡汤，好滋味嘛是真侪老主顾客拢食袂惯。小姐你好，熏的盐水。伫咧北投市场外，这间招细间的店面，不三时都通闻到鸡肉烟的香气，还佫有这个剁鸡肉的声，拢毋捌听过。人客是一个刷一个一直来，因拢是为着要买这个煎蛋鸡肉。伫遮无论是咸水鸡，也是这个鸡肉烟，伫咧鸡皮搁入去这腌2卵，拢有一腌煎蛋的加质。这个鸡肉叫做煎蛋鸡，也若这腌煎蛋唔是鸡油，是纯的鸡精结冻起来的。它会呈现在腿的这个部位，并不是整只鸡都会包有果冻。那它会有果冻，是因为它鸡养够成熟。就像以前老妈妈在讲的说啊，我要滴鸡汤，对不对？你养鸡养够成熟，它滴出来的那个鸡汤。就以前的人就会用那个什么，就是现在所谓的那个滴鸡精，对，所以是那个原理。咸水鸡的外皮属丸这款咸芳的老卤汁，是4个半个这个花东风仔鸡，因的肉质特别青甜，免混料就真好食。也若是这个用腌的，因的外皮油金，佫有低米的香气。这是店内上样的商品哦。烟熏的比较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口感滑嫩滑溜，好吃。那我觉得它的肉非常鲜嫩，然后不柴，非常好吃。而且每次我到过中午以后来买都没有，所以我今天特别早一点来。烘个半只要倒无？要倒啊。好。啊，伊要倒一块，这个好不好？好。煎蛋鸡伫市场内底已经卖48年啊，但淑珍是老店的第2代。20年前，和这个摆摊卖活鸡的先生吴万强来结婚，两个人自然就甲老店甲接手落来，唔拿来走掉家团的老滋味，嘛过来进军网络市场，互这个招牌煎蛋鸡来争做大家咧抢的盘手礼。
差不多12年前的时候，我有去参加行销的课程，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宅配的时候，我们就去想说怎么去宅配鸡肉，然后让它做得更好。今摆门市主要是21岁大囝吴国伟，甲19岁慢仔囝吴东汉来负责。做了2、3年，我就跑出去自己工作，对啊，受不了，真的受不了。然后在外面工作又发现，其实在家里工作也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就有更多的责任感，然后比在外面工作会学到更多东西啊。因将食苦甲当作食补，吴国伟阁担当团团的责任，要来延续父母的市场人生，嘛要互因家团的好滋味，伫伊的手头继续来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我们使用的是台梗9号加月光米的品种，口感是比较 Q 弹，然后适合台湾人的口感，那很适合用来制作成定时的料理。我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上班族，那我们有贴米标章的标示在店铺，那相信对于想要吃高品质的餐点的外食族是有吸引力的。你好，谢谢协会。那我们今天是来做台湾米标章的抽验。那我们这边请，谢谢。300克的我们会检验的就是品质规格的部分，看看是不是你们的米有符合我们的标准是 CNS 2等以上。目前全台大概是有93个业者有使用我们的台湾米标章，像餐饮业或者是连锁店，所以大概有4000个门市。我们的国产米大概是有将近150万吨左右。因为大家很认同我们的台湾米，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一个这样台湾米的标章，也让我们这些餐饮业者他们能够优先选购我们的台湾米，透过我们的一些第三方的专业的把关，让消费者可以真正吃到在地的台湾米。申办台湾米标章的业者，他必须要具备，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有国内合法的经营登记的，像是餐饮业或者是流通服务业，甚至是旅宿业者。那第二个就是他所生产或他所贩卖的这些米饭或者是这些米的相关的料理，它的原料当然就是要全部都是使用碾制日期在半年之内的台湾米。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梗型跟先行的白米跟糙米的品质应该符合我们的 CNS 2等以上，那糯米就是也是要符合 CNS。稻米的新鲜度检测要在酸碱值应该高于或等于 pH 6.5以上。如果有看到这个台湾米标章的话，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店家所供应的真的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而且很新鲜的一个台湾米。我们还是以吃饭为主的一个消费习性，据估计大概有将近70%都是外食。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消费者也能够吃到我们的好米，所以我们推这个台湾米标章。但是我们还是要照顾3层的这个妈妈们。农粮署有推一个金钻米，就是消费者在市面上他可以买到的包装米，像是在超市啊，或者是在农会啊，或者是在米店啊，它可以买到完整包装的包装米。当然也有米质的规格的检验，所以我们如果说在外食的话，就可以认明台湾米标章。那如果我们要选购包装米的话，就可以去选择有金钻米的这个得奖的作品，就可以吃到真正在地又新鲜的台湾好米。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我男朋友去上班，谁会在家里啊？
只有食物啊，可以疗愈我。越好吃的食物啊，越能帮助我分泌脑内啡、多巴胺和血清素，让我觉得我是幸福的。生日快乐！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郭叔，您打算怎么做？多接近郭浩森，帮我看着他。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个案子还是要等总行回复才能继续往下走的。为什么？是副总裁要求的。哎，这里停车，没听到？停车！我们去唱 K， 要不要一起？马东宝回台湾了。我叔叔应该知道吴家是黑道吧？他到底在做什么啊？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中校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铺文，都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各部的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胜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强档电影周周看，11月2日至12月1日锁定播出，并上网填答人物图卡，就有机会抽中豪华限量商品。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首推行李箱并击倒指定数量的球瓶，挑战失败的人即被淘汰。别什么啦？哎，没有报应，好，我跟你讲，你们随便有一个人在1次成功，我就跟你们道歉。试试看啊！来啊，一来，我跟你讲，走了，看他这个样子就过不了。走了啦，走了啦，道歉。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颖。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华。11月1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看到大家很开心的来捧场，然后很开心的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哈，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透过料理跟台湾这块土地有一个美好幸福的连结。讲到我们家的双胞胎，我就会浮现是爸爸妈妈带着3个女儿一起把这间店撑起来，做到现在这样，在大家的嘴里有一个很好的口碑。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咱另外谈的水位若是伫啦，水底狗只贴做伙参甲肉就会走出来。最近中国有一寡鹅，同款嘛有一款情形，像讲江西仙女鹅，若是可欢，安尼明条万年桥就看会到。另外保养鹅，水位若是降低，乌底就明条的古早桥会走出来，真无简单才有机会看会到。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